今仔日早起，咱先赶紧来关心，伫昨昏暗时啊，新北市的沙顶堡有一栋大楼倒去，原因是因为当地有一个工地建案。新北工务局原底是规划讲，昨昏暗时啊，要甲190号3楼甲4楼拆掉，想要到另外一边184号这栋，原底评估是较无危险，煞向倒去，加在是无造成人员伤亡。也那新北市长侯友宜嘛有去现场指挥，扩大疏开范围。目前这个事件拢总是甲12栋的居民，也就是220个人撤离。倒了！大户前目睭看到家己的厝倒去，真毋甘内面的物件想要入去看，因过现场工作人员甲引导，可能经讲内面危险。袂使入去啊！你绝对袂当入去啊！真正你要相信我。新北市沙顶堡区的6张街一间名梯，因为隔壁新建难伫咧施工的时阵，造成因的厝损害。昨暗突然间规栋倒来，因过其实伫咧日时看时阵，边个建筑物就已经厝歪去。新北市长侯友宜代志发生了，随赶到现场，指挥所落来跳度作业。所有的责任我们会去追究，在施工过程当中是哪些所造成人损。那负责施作工程的业者一定要负起损害赔偿的责任。一个建案的建商伫咧镜头前会室内，讲昨早起8点外，伫咧挖地下室，因过地下的水位所达，甲因手头的资料无共款，差超过3公尺，造成施工过程边的厝损害，公益的赔偿也会协助改建。监测的水位。跟我们的测量公司提供的水位，有落差3米多。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，还是没办法止住这场灾害。建造跟建商的部分还有施工厂商，我们都依照建筑法被开罚是9万块。市府本来是昨暗先要甲厝外正严重的190号3楼加4楼厝顶的违建拆掉，无想到讲一直伫咧灌浆支撑的184号，突然间伫暗时8点49分左右倒来。这嘛是扩大疏散的范围，对面的大户也先退到封锁线以外，性命要紧。虽然隔着一条马路，但是怕如果马路这边也塌的话，那我们这边也会一起塌。因为人数太多，那也没有办法说跟我们安排住哪里。大户赶着大包细包的行李，撤离到六铺活动中心，有人南做伙讲好加在名口袋，有人只敢穿着衬托，拖着行李箱走出来，大家拢真着急。那你有朋友可以去住吗？这件意外总共撤离12栋66户220人，工务局继续伫咧现场监控，大户希望状况会当赶紧排除，互因返去家己的厝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